冇過得咩？係啊，各位聽眾，嗰陣環境到底你小聽邊啲學嘅直播，就講佢哋講。感謝大家嗰陣到底你小聽邊啲學嘅直播，真係禮拜，或者 episode 成個冇咩，อันนี้คำพูดเดี๋ยว時間，เดี๋ยว咧，即係係泡湯佢，即係禮拜我未講潘頭羅是講掉可能時間啊，掉息啊，掉 retrench 啊，你可能物件。所以當今講真咧，當今即係世界經濟行情本是無咪好啊嘛，所以即個是真正即普通嘅隻代志啊。所以諗咪而起來講即個話題，其實這首歌是你 suggest 嘅首歌 originally。是我 suggest。So 你 suggest， 所以我曉得我嘅基本有告訴講仔哦。So 咱來歡迎咱嘅特別嘉賓先。這禮拜我嘅特別嘉賓就是奧迪都come here，特別唔知點解特別攞佢看到一邊啫。奧迪都肯對嚟時間嚟介紹你。然後個阿達啦，歡迎阿達。個有豆哥。Hello， 大家好。個的確寶貝，哇！的確寶貝情嘅水喎嘅啫。Hello， 大家好。哇！個真係水。哦，你未起電啊？未起電啊？是對啊。哦，唔係未起。起電啊？冇啊，未起。I mean like so in 但係第時間唔係in an hour time 我會走。哦，其實我哋比較時候你成講成，然後這個 can 咧，我咪講嘅，就是咪講無，等陣個有的歌到啲迄個 Zoom 位特別，的歌你不做幾工哦？的歌你咧細漢，你18歲啦嘛？我的歌18歲呢。嚇，的歌如果第二是困嘢啊。嚇，的歌你把可能判頭落過哦？冇啦。你把做工過哦part time 有啦。做咩？曉店。曉店啊？啊。你自己出來成呢是？冇。哦，真係去曉店做呢趣味講話。因為都好清明嘛。哦。แล้ว peak hour 喎，แล้ว都好有請人嘛。所以做哦，你玩啦，part time 呀 part time，對，我厝了厝內人愛知，他們本較閒嘛。哦。趣味，本來你曉啊？你曉啥？你是做咩啥？去賣 sales 係啥物去做？包個了嘅。包個了是啥物？包山包海。包山包海。個了做個了啦。個了做個了。廿物件，搬物件 ，sales。搬會哦。趣味我咧特別都冇可能判頭落啦，你。Siri, I don't care. No, never mind. Siri go away. 真係 Siri， 啲蛋係咪 ？Siri never mind. OK。但係你 Siri 嘅判頭落啊？啦 ，OK， 嚟講判頭落嘅搞笑啫。所以最近淨係咱成講頭一條判頭落，當今第I think 當今唔是興啊，當今只隻就是裁員嘅得叫嘅話，判頭咯，電判頭咯，即係人，就是講公司成立冇咪好啊，賺較減了樣嘅做工嘅人個只濟，所以人俾一頭不當浸個落去生類。講公司針人嘛，當今。公司針人對。針人。所以當今恁幾世嘅都已經實際濟啊嘛，我感覺到 before 幾個月之前已經是 start 了嘅。然後當今我自己公司本是有啊咯，等你針了。我經過個大公司針頭啦，針判頭咯啊，我是經過幾日頭嘅。所以頂到嘅時候，度到頭毛就錯起，然後你再嚟拿我。
所以我真正有可能會着讀本啦嚇，但是無是第好啦嚇，無就邊啲學緊聽個咯，有嚟講到 actually 有嚟講未特日就邊啲學緊聽，你睇一禮拜知道，你都冇物件做啊嘛，佢唔知，佢點先佢俾開 TikTok 嚟俾物件咯，喂使。你就逼咗嘛？特別我話實我喺 TikTok 明明叫我我話實我真係教明明叫我哋教你啷嘅嘛。定當時我咪特別變得學見你背，我後尾 T-shirt 穿過嚟掉，我係 size 搞得惡了，我直頭開 Facebook 會背嘛，未搞了去。OK，感謝嚟講潘頭路嘅事，你講最不有經驗過啊？豆嘅你 suggested 嘅，嚟你講。我剛剛丟鳥咯，這個二個噃，你屌是安怎一樣是 offer 你 package 上面得，你定住甲我講一個 term 我未曉嘅 term 是叫做咩伊是 VSS V volunteer VSS 啦 ，voluntary separation voluntary separation severance separation scheme。scheme OK scheme OK， 即係講學你經啦，你嚟先講係伊本無咧根本啊，啊，伊學 package 伊無咧特別佢講 voluntary，伊就是學你自己經嘛。所以我諗成咧喎，我諗是一頭一批是 voluntary， 你愛經你去抽，你 apply 啦，然後你談了，你咪是學你 severance package 咯。然後若是無夠，樣安尼款讀無夠濟，佢對嚟 involuntary 嘅，佢再嚟，攞半攞包安尼款咯。所以樣是假如講你 offer 你這 package， 你愛睇買睇是你嘅事本啊，你會使買睇哦。 So far 無可能你買退，因為伊嘅 package 是比較 interesting 啦。所以那面就是講，你先講有啲人是買睇一樣有關買睇啦。So far 是唔辦下就嚟講買退啦。所以那面是我冇明白，就是因為我人是本攞批嘅，一批就是講你講 OK， 我愛睇 package 就睇 package 咯，然後買睇 package 那是講樣時無夠濟人，樣到對嚟時路咯。特別有可能你嘅 severance package 冇咁好啦。我人成日講啦，你人嘅是冇，人就是教你講你掉就是掉啦。OK， 因為那 apply budget， 因為 budget apply 啊嘛。所以意思教你講掉，你是掉睇啦，唔是 voluntary 啊。但係什麼叫 voluntary？voluntary 就是講伊公司 voluntarily 學你 severance package 數啦。哦，啊，攞別人嘅經驗，乜成日講啊，攞冇成日講 voluntary 嘅，攞是一頭掉就掉啦。當時我知影嘅是伊無你 choice 啦，總之伊甲你講你掉，然後伊互你隻 package，你若公司做幾年，伊就互你幾年咯。所以你幾年就互你compensation 上個講，我人嘅就真正無好嘅我人嘅。我知影，但馬來西亞是一年是一個月。哇，我一年一禮拜樣咋？一年一個月，你當面估哦？10年。哦，熟個了，差唔多一年哦。I mean 唔是熟個了啦，唔是 at least 有一個 buffer 咯。是一個 buffer，一個 doctor 阿媽個定啦。嚇，then 你安怎你講下你掉嘅是安怎？你這是頭一擺啊？你做工？頭一擺。你有成啊？真 emotionally 想哇掉啊！你解哦。冇定保我係做工咯。so 特別你 already 死去啊 ！I mean already 冇做啊，係咪？我這冇出來，應該是個，應該是冇做咯。哦 ，OK， 當今落掉是個有啦，落掉是4月30號。嚇，哦，4月30你每日 ，OK， OK，so 但不過別個人就是捌經驗過即個掉可能公司盤頭落啊。我冇掉過，特別我因為迄個時是你迄個自抗病時啊，
啊，嗰你是隔了人本調嘅嘛，唔是講貴你咪先講bank 個合起來啦，แล้ว就借公司嘅แล้ว本冚แล้ว巴立本地巴立 bank 有開啊，bank 個巴立 bank 冇開嘅咧，叫有暫翻啲時間呢，嗰時咧我係公司本是啲差人，特別伊是差嗰種跟小妹來人差成。OK， 就是新人一差，แล้ว我 actually 是我 suppose 調本，因為我冇夠能力個，就我去做事。特別咧，我嗰隻好彩喎，因為我簽 contract 簽能力嗰陣時，所以未差我有 contract 啲成功啊。then 我係同事咧冇簽嘅嗬，調個了就。所以上司 start 嘅特別冇簽合同嘅。人無簽嘅人調咯，我有簽兩年，有你咧唔是講人無簽，人咁好攰啊，人嘅時間人找我嚟嘅種，找我嚟本條俾找，辦我嚟本條俾找，แล้ว剩我係 senior 呢咯，剩我個 senior，แล้ว我就講，哎呀，我成時個有，迄時我成時個有8個月9個月間兩年，咁啊等咯嗰時，咁啊哪知嗬，愛到個兩年嘅時候。我公司就接到真啊大嘅生意哦，你話留落嚟啊，所以迄兜是減一條呢，แล้ว特別冇調啊，冇調，咁了本時我去炒人啦，唔是人炒我啦，你去炒人，兜啦咁樣，OK，意思講我點配合頭嘅我公司啦，OK， 差公司，你差公司招呼，差公司裝咯，是迄兜呢啦減咯，特別是貴嚟馬來西亞啦，本唔是講公司安怎。特別把你看到嗬，真是驚差人嘅嗬，把你會講事本。我人定買嗬，愛噴頭螺絲，條噴頭螺絲真係嚴重嘅咧。對，我話三本，當然成個400起啊，當然。400起喎，當把你過嚟講係俾 VSS 啦，你講講阿咪 PIP 啊，是唔是啊 ？PIP 係咩？PIP 是以後你三個月 performance review， 嚇 performance 係咪 preview 啊？可能嘅。performance review，係咩嚟？係咪就係使寫出嚟敷嘅啫？因為我冇見過。我唔知啊，但係伊是好多因為啲 performance 唔夠 not on par。OK， 即是 performance 唔夠啦，試路嘅可能。冇試了。好多 warning。伊好多3個月嘅probation。OK， 伊好多 certain task on 這邊嘢。人講了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所以你呢些你無，好多3個月，呢些你無 up 到即係係咪啊？你家己走咯，你看你喎。冇，伊公司係查呢半年。公司一查佢係查嘅。伊係查特別一出啊，佢哋陪你簽咧嗬，3個月裏邊啦。講真啦，難做冇特別走嘅。你有無 performance 不好，你較濟是掉走嘅，你看你喎。因為 performance 係看伊人嘅嘛，伊人安怎講嘅嘛，所以即類就較時間吧，你噴頭路嘅 pattern 啦，即類是較時間啦，較濟人用。點解我哋唔聽過？你公司有做吧？你轉兩公司吧？有可能 PIP 有特別就少。I mean，你就 serious，你 because 像 HR department 就被 prove 講安怎你被 perform 嘛。So 伊無人凊彩啦。比講 last time during SARS 是伊 department 就被刮一個人，是伊甲伊嘅同事，然後伊嘅頭家收掉伊。驚。國外本講 is to get rid of you， 就 is 一個本是。呢個冇走起啊嚇，依家 connection 冇事。connection 冇事。就俾佢呢個冇 back connection 嚇。There you go. I mean, on paper they show that they want to help you, but the intention is to 炒 you, to 差 you. OK。即係 BIP 要條本有一個新嘅差人嘅辦法嚟啦。點解忘時冇嘅忘時間 ？Then 這邊做人捌有經驗過，同公司差，還是人掉色，還是掉字出。嗰時差人嗰種不如使起嚟講。差是你差人。你頭家啊，差人嗰種，嗰時伊 return 過錢真係人，伊超伊是 HR，不如使嚟講。的確唔係嚟講，的確唔係做啲 clubhouse 嘅。的確唔係。我 try 看用 clubhouse 嚟講。我嘅 experience 咧就是
Why ex company because why เขาจังสีสีว่า做是做accounting แล้วก็ management accountant แล้วก็เอาเลย就是because ตัว好ก็在換 senior CFO 入嚟and then senior CFO 咧就被 get 下定件咯對because 伊被 show 好伊個 boss 看講伊是正夠做工嘅人so 因為之前嘅是往做 report 係咪嘅咧嗬，嘅แล้วมัน是standard report 啦，แล้ว特別 because 伊個 system 嗬是無夠好嘅時候，我做嘅嗬是corporate controller corporate accountant 啊，แล้วก็就是我是 responsible for subsidiaries 咯，so Asian subsidiaries 咯，so 樣是 report to 我嘅，แล้ว就是because 我嘅嘢掉嘅data 嗬是無夠。無夠 detail 是無夠because 伊個 system 伊唔是用一個unified system 啦，是無相本性 system。So that's why if let's say CFO 愛試嘅物件嚟講，嗬，個愛個 detail 物件，แล้ว就ไปad hoc 去梅咯，就是แล้ว就 if let's say 正個時間 around 12點嗬，แล้ว到Malaysia 嘅時間 already 人早就對厝咯，對 already 7-8點啊咩，แล้ว嘛是要等咯，對，要等一日，還是要等往時 because 有 delay 啊，成物件，所以伊袂等，แล้วการ就講往嘅往無夠往是 incompetent 物件，往規個 department 是規個人下，是阿個7個人就，แล้ว before 啊，伊就逼走2個人走啊 ，so แล้ว我教到應該是 the next time 是就是我了就 so แล้ว伊就是try to 往正German 就是講bossing 咯 ，bossing 就是啥按照講創地路叫何路何直接工做何 ，so that's why 伊路做未夠嘅時候就講對，就是被指我走了，แล้ว嗰陣時嘅時候成日講好，我要讓你搞何 ，OK， 我直頭actually 嗰陣時我們是 under 正一 pressure 嗰啲，我們坎坷困 ，so 們actually 們快夾咪掉 depression 嗰啲，แล้ว so that's why 我是看路觀咯。看ลูกคุณแล้วลูกคุณจะเสียเพียวว่า講แล้ว明แล้วมาสิพอแปลว่าเดียวแล้วมาสิบุคีโจกังแล้วก็บุคีโจกัง for like 6 months 6 weeks ต่อชูว้าว่าบุโจคีโจกัง之後บุคีโจกังfor 6 weeks 咯อันนั้น6 weeks สิ company หอลุยมาแล้วcompany หอลุยI mean ใน German system 就是 company หอลุยแล้วก็เอาลู6 weeks ก็เอาหอ就是ก็เอาตัวสิ try to ตัวสิรู้health social health ตัวหอรู้ลุย咯social insurance หอรู้ลุย咯แล้วยังจะเป็นว่าเจ้าตัวสิหออีตัวว่าจนสิ6 weeks สิหอว่าก็เอา直接สิว่าตัวคี做工 because 嗰啲應該 OK 啦แล้วก็หอจังนี้就หอว่า一個 invitation 就被 invited to 一個 meeting แล้วก็佢講直接來啊meeting 嗬 invited แล้ว佢又咪是講咯講你之前做嘅物件有安尼這物件你都做無了還是物件แล้ว佢咪講是你在 actually 是正這物件做嘅แล้ว我一個人啲邊responsible for 呢這 subsidiary อันนั้นก็ไอ้呢這 account 物件是完全是 out of my capacity 嘅แล้ว佢又咪是講แล้ว佢又伊就是無管我咯咪是就講OK 我就ไป set 一個 target 你第時個會 deliver 你講แล้ว成日講我บอก你個判8對來呢你都 set 呢款物件我是 actually 是伊 intention 就是要我走啊啦 so 嘛是 because 伊有一個tactic 或者是 set 好時你一個target if let's say 你 1 week 過後你個無做好無做伊 promise 過嘅物件對做伊 promise 嘅物件嚟講好你講 OK 嚟講好 because 伊嗰陣時 meeting 嘅時候愛你 sign 咯對愛你 sign 講你 promise 嘅物件係物件แล้ว the next week 嘅時候伊就 check 咯 check 講到底你做係物件แล้ว個這是做無可能嘅無可能你會fulfill 嘅 target 嘛是 actually 是 just 一個trap 嚟嘅แล้ว if let's say 伊出300 and then 伊對 if let's say 你無 meet 到 target 嚟講就出一個 warning letter 給你咯對 and then 出一個 warning letter 給你 if let's say 上嘅物件啦3條 warning letter 嚟講伊就會差你啦免給你 compensation so 伊就是有呢款會走 so 嗰陣時嘅時候嘛是去
我請 lawyer 咯，แล้ว叫安怎去settle 呢款嘅物件咯，แล้ว佢又學 lawyer 嘛講，OK，你個再去6 week，去6 weeks 去看勞工安尼，叫勞工寫好你係你破病批咯。actually 嗰陣時我冇知過啦，即係 meeting 過後，搞到我個再掉 depression 啦，個再被困咧。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ป concentrate แล้วก็ดูกูกายแล้วso มันสิบ่ฮัลโหลมันสิก็จะคิดความรู้กันแล้วมันสิเสียหลัก6 week pay แล้วเสียแล้วก็เอาแล้วก็เอาตัวสิก็จะหลายก็จะสิsocial insurance สิหอลุยแล้วแต่ปีสิหอลุ just 80% อย่างละ for year เลย before pre tax salary แล้วก็เอาก็เลยติม pay แล้วก็เลย actually มันสิ講ติม pay 啦สิ安怎講下，伊個lawyer 迄陣時是甲我講，你就是要參詳咯 ，because 我是迄陣時是 if let's say 是我無定配來講吼，伊人袂 get rid of why，because 你袂 because 人破病吼，你袂使調查人，so 伊嘛是lawyer 嘛是叫我講，OK 我來negotiate 咯，แล้ว迄陣時嘛是 negotiate 講一個severance package 好啊咯，แล้วก็เอาseverance package 好啊 actually 我係 lawyer 做啊，冇袂歹啦，你 negotiate 好啊，所以談下講 maybe 唔使講，未使講，because 簽下嚟所未使講，簽合同都未使講，簽對簽 as a non-disclosure 所未使講，所以是安尼咯，所以 I mean 我是未講嘅物件就是 in Germany 嗬 ，even though 是有講你是你 employ有快真濟 rights 哦 but then actually company 有真濟走吼會 get rid of 你嘅，因為你看你無咩事㗎，你來講吼都會 get rid of 你。I see，所以有自己公司 loophole 樣嘅出功夫啊，嗱。對，有自己嘅 loophole 嘅，然後特別過好彩是嗰陣時我邊人快 get 一步。I see。你特別你個要請嚟 lawyer 嗬 ？Because 正你會使伊叫一個是 rights insurance 啊，就是你有啊物件是嗬，I mean 你買好 insurance 一年 ，I mean private insurance rights insurance 是特別愛 ，I mean 特大人本需要，所以我冇下你 rights insurance，所以就使家會去找 lawyer。哦。無來講，我會使講來是啦。I mean 家己處理 ，if let's say 家己處理嚟講，是貴嘅物件，the whole process 是3-4千你知哦。喲，係啦，所以本個仔是不如我有你 insurance 所 cover 啦 ，cover 我是 just 可250塊咯 for first consultation 是俾家己處理嘛。好個仔貴曉。所以係啦，好個仔。Then 我看這個，是嚇，我畫起來。然後這我學這是恭喜發也是周啊。冇恭喜發也是Jack last time call 來知道講幾個數。哦，我想阿周，那個Hello。Hello，我來嗰度 The Clubhouse 會恭喜。我係講這個，這什麼？我係講 about 佢。講到啲 Zoom 啊，是講到I 出邊開 camera 咧，我 add on 去入邊你係講咩？話？OK， 判頭羅嘛。所以有時我同你講，我人生頭一道可能判頭羅咯。咁就。because 我 even 我做善事時，我自己 resign 嘅嘛，我唔是可能判嘅嘛，所以就呢個時候我丟身嘅嗰邊啦，因為我有一個丟身是你是家己上個 agency 做下，你唔是家己做下？我自己本有做，然後我本有去別人嘅位做本。OK， 所以我本有去。所以上個是別人請你去教係咪啊？對，然後所以我咪去教咯，教，然後 around 有2-3年安尼款了啦。然後所以我是 MCO 嘅時就實了喎，然後到 last year 啦，差唔多3年安尼款咯嗬。所以3年裏邊啊，伊等陣伊換點聲啦，伊安尼，人咪對了伊咯，對嗬，你愛蝦米我咪做，你蝦米啦。然後呢伊。
And then 伊是講，OK，有 parents complain，OK，parents complain 係咪咧？就是講我 tuition 是有嗬，because 我人是 face to face 嘅嘛，對。So face to face 嘅 tuition 呢 ，so 特別呢，我是安尼看，because 我有教無上 class 嘅即個 tuition 啦，了我有 online 嘅 material 本咯，online 嘅 material，that which means 是講我當 online 會加車，แล้ว我有 record 嚟，so 我 record 嚟咧，我當 tuition 嘅時，你成日講 face to face，我有放出來，可以人看嘅。so which means that 我教物件嘅咧是相嘅嘛。so A class online class 伊 already 伊人教了，我 record 起來了，我就去 face to face 邊嗬，我有放出來，可以人看咯。放出來可以人看咧，嗬，了我就嘅成日講 explain 啦。所以成日講我哋講一個 passage 我可以人看咧，佢哋 video 咧我就解人解釋安尼看咯。But then to parents 嚟講啦，伊人有一個 misunderstanding 是講，你成日是干啊，可以人看 video 了你就無教了，你就你知哦，所以人有安尼款嘅 misunderstanding 啦。แล้ว我有解釋咯，我講你會使問你囡仔嘛，就成日講我教了，我是唔是有 extra 個 explain 可以人聽 ？because 我希望是講教了人學嘅物件是相嘅，我咪講。等陣我教一個 class 我有講到咧嗬，แล้ว教另外一個 class 有 important 嘅 notes 嗬 ，sometimes 會漏掉無講啊，是咩啊，有較 important 嘅 points 你講所以人嘛可以人看了，佢哋 video 了，人個再解釋你講 get 到，你講咯。But then 有嘅人伊殺錯咗 ，because 囡仔嗬，尤其是 last year。onward 是囡仔嗬，伊人嘅喙啊，嗬是真正一個了喎，伊人講話嗬，伊人會對寫你知哦。了成日講有嘅物件啦，伊成日講 OK， 伊嘅 result 較差喎嗬，伊會講是你嘅問題 ，because teacher 未曉教咯，你看就你知哦。But then 嗬，我講啊。But then 有 parents 有來 feedback 本啦，嗬，佢哋院長聽啦，แล้ว伊院長有講咯，特別我講，特別你安尼款講嗬，有嘅 students 啊，佢有70幾分喎，我講，咁唔是特有嘅 student 個把數，唔是特你對啊，唔是特你學生安尼款啊，所以你安怎講咧？對，入面是你家己嘅囡仔有用心啊，無用心了咯，對，แล้ว個表緊哦，你個別使咩喎？แล้วอีกินน้าพายน่ะสิอีกินน้าสิกี่歲กินน้าเนี่ย中學中學所以就所以伊人嗬，伊人就係個了會 blame 嗬，當我係為你知哦，你看到就，so 我本無話通講啦，แล้ว because 伊人是 customer 卡一個嘛 is always the right 嘅嘛，แล้ว你嘛冇辦法嘅，แล้ว你嘛กัน那你看點了咯 ，OK 咯，我講我嘛 try to 我change my method 啦，你看啦 ，so in the end 那時我有一節那時哦，伊 suddenly 伊就講伊講無咩會出嗰陣，咧講嗬actually 我這邊嗬有拍算啊，安怎啦，未記啊啦，講係咪啦？嗬，伊講安尼款人合作喎，嗬，人合作甲這個櫃妹就了咯，安尼款，所以 which means 是判我頭路啦，你知哦，所以哇，嗰陣時我而家是 DL， 我甲你講我真杜爛咯。Because 人 already 是 try to 人 already 甲你配合了嘛，你安怎，人就安怎，那個表見，你把你會安尼款哦，是伊是到啊個6月安尼款，伊判我頭路就，but then 人教 tuition 啊，若是講你 because 我嘅 timetable 是排掉嘅嘛，所以排掉嘅，了若是講你是一個較安怎講較有心嘅人啦，嗬，你嘛無理由講一半啊是安尼款割掉我了我去倒落找 tuition 啊安尼款。
無插入啦。就是我無插入了咯，無管你以前也是啊，你又為你又為伊也好啦，你安怎伊成日講啊，哦，我點聲袂合哦，你會使甲我換哦，咱甲伊換啦，咱調咱嘅點聲啦，甲咱配合伊啊，甲了啊。你哋要吹落，唔是你走本啊？係啦，就是哦，係啦。特別你看你是個一個人啦，而且個公司嗬，人因為佢明白你講咋，成日我意思是講有個人是加，伊唔是像一個頭家呢，像較大公司呢，伊成日樣無呢感樣成隻領嘅咯，所以一人我會感覺就講，哦，一人你看做一隻轉你看啊。你大公司嗬，你是無啊？你是一讀就是讀，無。係啦，對啦，特別我是安尼款較細咯，成日講伊家己做嘅咯，是講伊安尼款做嚟講，你特別有當時嗬，你安尼款嘅啦，成日講一個細嘅公司嘅啊嗬，你安尼款做，你會更加看到你會轉咯，你成日轉咯，安尼款我無辦法啦。特別 maybe 伊本身係為咗伊嘅成理本啦，就嗬，แล้ว maybe 學生嘅 parents 就你伊學生啷講話，係 parents 相信你，係伊就講，哎呀，我買一間啊，對，就是講特別冇辦法，本來若是講伊安尼款時候咧，唔是我掉眼了，本有別人掉眼本。แล้วก็แล้ว伊本是吹啦，伊本是有吹一個 reason 啦，但 parents complain 啦，我有另外一個 teacher 本是伊本是有 message 我，會講誒，我會過節啊，嗬，伊盤我了，我講我本差唔多了啦，แล้ว嘢話過了，過節了我本掉了，安尼款咯。啊，頭家你掉你係咧 VBB 係咪 VSS 就是你感覺你 emotion 啊，即係感覺就是講人用 betray 你啊，是成個出賣你，可能你在公司10年啊。其實我舊年就知影嘅。安怎知影？甲你講還是亂懷疑？無，因為舊年吼，when 我嘅 department，其實我舊年是我嘅 manager 是新加坡 manager 嚟。And then 舊年 around 4個點先啊。新加坡、Korea、Australia、Hong Kong、New Zealand 即個 country 掉了嘛，本掉 VSS 嘛。所以是上公司嚟啦，แล้ว你看北京成掉啊啦，แล้ว攏家己成個準備啊啦。是。OK，係講個是真嘅為是。無需要今年案件就是單調啦，是單調啦。是單調嘅。即個強醫法嘢，你捌掉判頭路過哦，還是你捌判兩個頭路？But then 我掉嘅是，because 我看過啦，so far 我家己經驗過嘅是有around 5-6刀呢，然後我掉嘅是我呢掉啲動物嚇。你是大公司做工啊？什麼？yes，頭嘅是對我上個美國公司咯，都濟人嘛。但個表現咧，所以頭嘅時候是係你我唔少我家己過，所以就冇咩清楚。但第二道是伊嘅公司咧，嗬，是伊 file for bankrupt chapter 11。OK。你係咁希望就講佢都是。頭先 start 時就講做人係 volunteer 咯，其實咯，你 if let's say 伊無夠人 volunteer 咧，伊就係 start 到針人嘅咯。所以佢哋針人嘅 portion 都是唔知是唔是路嘛，right？然後佢陣時，因為我要去 backpack， 我要去 travel， 所以我就 submit 我 email 去，所以 at least 我這是我 volunteer， 所以我冇你緊張啦。但我家己調係你是 after that 咧。所以你 volunteer 之類啦，一刀啊。first time 嘅時我 volunteer 有 severance package 啊。我接你看啲我冇講隻股 OK。sama我太細，我想話問啫。會話咩咩？伊是做成日講多一朵嘅，是講無相朵嘅人，maybe 伊無伊人嘅安尼款嘅經歷無相嘛，所以伊是做多一朵嘅咧。你是做蝦米？你講什麼？Semicon。
Tadi bang pasti Semiconductor. area yes. Tapi which area 是成日特啲 engineering 加是特啲 production 啊 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 okay. Yes. So something like buyer planner buyer 物件咯。Okay. So 佢就唔是 only 我看到嘅是都係樣無號名啦，你看到樣無先做工咯 ，because 都唔知講是唔是都對嘛。So for 下你兩禮拜是看到樣無先做工啊，講話啦，驚嚟驚去嘅。然後吧，等陣下自己 announce 時候，迄是幾年啊？迄是幾年是？幾年前嘅時候。這是爆發嘢。所以自控講。OK， 他是我 feel 到成下正啦。成個淡仔南西講吼，就是講上當今成個淡薄，係本身你直頭啊嚇，feel 到成個實淡薄400件咧，我唔知。那馬嚟啊！對，佢咁是笑我頭打上頭。驚我真驚我係。因為我有準備啊，because of I 動漫做啊嘛。So I give back, so at least 冇你緊張。但係你看到別人啊，你有無驚呀？那個有聲啊，你看樣他自己是啦哦，一看出你好咯咧，你喇叭音。even 無走無掉，要看到伊朋友掉，伊家己要激死。對。嗰陣時我頭手即係經驗被看過人掉嘅咯。加油！成個比較受USB 嘛，一樣嘅站好似站嘅。好咯，是一拽啊！即係我幾驚，即係有小英嘅話，跟出嚟話一邊等隻講英發嘢，當然看隻講英發嘢一邊，講英發嘢頂到都出邊過啊，成個是冇啊，冇頂到你叫我出嚟我請破衫啊，所以破衫出嚟破衫唔破。破衫冇破，我係記啊。Yes. OK，看到都係咪咧？啊，即係學佢驚咧，佢最近揾嘅哪？對，冇講只最近啊。是過啦，過節啦。過年啊？10月是。10啊，屬於難過節啦。你啱啱講下你經驗，你是頭一擺條盤咯，還是頭一擺？唔係你知啦，在美國做工。差不多特年冇嚟 off，你冇上 industry 呢？I think。我是 biotech 差不多特年嚟公司冇嚟。第估們是2年，1年半。所以我做工，你做喺哪？你做喺公司？喺你公司5年半，然後之前公司冇5年半。OK。所以看過隻啊，特年冇。嚟關係啊！你都成近20俾寫線，你有冇準備嘅呢？我就完全準備再嚟啊！所以應該有行嘅嘛，有行嘅，我是你聽到嘅，想差唔多嚟嘅，你行。對 ，because 公司做唔好嘛，所以佢就再嘅數嘅。伊無成講，哇！吞到你成講，好像講你讀你無誒，伊是成個你知。公司本嚟做本。喺呢度就出鏡啦，喺呢度就出鏡。對 ，actually lay off 有只隻理由嘅，然後也冇特別講特別細類嘅 lay off，所以樣攤到係咩嚟 lay off？也未 change direction 啊 ，operation cost 啊，特別佢 restructure 啦，有 restructure，梗係 restructure ultimately 本是累頭來啦，就係啲公司 change direction。對 board of directors 樣係，伊唔是講有10本咧，佢條安尼可能，伊是講伊係攤類特別，伊樣 ultimately 被攤卡這類，然後換 change direction 咯，伊是講伊是講細類是被攤對，為了被夾到別個 investor 樣被做別項物件，伊類被刷條、刺條去係有個人講，佢哋 investor 佢伊講亂攤類啊，特別我感覺亂嘅開銷較濟啊。我無插你攤那些類，我未錄減這開銷我覺得咁，好類安尼款。我公司嘛對。你丟時間怎你嘅經驗？我特別再看先 ，just in case。我未 prepare 佢嘅。我心情 actually quite calm because 我知我阿知啊嘛。
唔是100%啊 ，because 冇看到你 name list 都唔知嘛。特別阿家了，because 我迄時當時公司啲算 quite 大lay off I think 我係公司一到本是改本咯 ，feel 到。So that's why 我 feel 到真，唔是講真正有可能，我是有可能咯。因為我唔知同佢俾成個你講咧，伊唔是成個講未做工嘅人被剁去，我應該剁佢嚟倒啊，所以變做其他人會做工嘅啊，特別本是就剁。แล้วว่านังอีเดียวที่พี่แปลว่าก็นั่นสิเหลาเดียวไอ้หลังแต่ไปใจก็เราไม่จุกแค่จะ extra ไอ้กังอ่ะ because อีบ่像อีบ่像定到นะเขาเนี่ย所以個人ก็จะไปแก่做นะเขาเนี่ย所以讀本是解冇讀本解是，我嘅朋友個老條嘅特人們吹條工，特人就冇係，而且就一人走啊，你就你學貴啊，真正一人冇你學唔走啊。แล้วเรื่อง lay off voluntary period แล้ว係自己起手嘅。冇，伊無甲你講迄一頭 ，because 未 lay off 之前，我公司無講只短嘅，只細嘅，然後 HR 冇人，18出頭呢，8幾人。細公司，對，然後只工課，你有時安尼反正物件只工課嘛，因為細公司嘛，所以整一季至兩季之前，迄個 HR director 個走啊，一個時間，伊個伊可能唔是叫你啊，還是伊買做走啊，呀，所以個較慘咯，伊請 contractor 嚟做呢個你啊，但伊完全是只 call 嘅咯，冇 emotion，呀，真正 call 嘅，伊是一頭。冇下面冇睇你個書，我就嚟頭係到頂位，到對，差不多安尼款咯，แล้ว我這批，我迄時節，我想愛買這批公司咧 ，because 買這本嚟，特別是哎呀 ，because 我底有3間人，แล้ว迄3間人是唔是大我做 ，OK， 我做這公司，我就試嘅時我冇。你有陣時我冇幾時面過做啊，真係一年冇滿意啊嘛。所以特別我後尾一個 project 一年啦，後尾一年啊，我是做 collaboration 甲口嘅人。所以我真正少甲公司嘅人做物件。แล้ว伊呢可能後路較濟成啊，拄到較濟。走去北京公司呢，那是先做 collaboration。because why collaboration 是 academic collaboration，所以樣嘅我等對 academia，academia 係 scientist，特別我 because 我做咗這，所以樣3間們入來我公司做物件。答應啊，咁樣 physically 啦，唔係去你公司 physically 特別所以到 under 我公司嘅。HR 會樣，你是我是樣嘅 manager，because 大公司會嗰條人responsible 可以啊嘛，對唔對？所以我是家樣做工嘅咯，我家樣，對，我管樣3級嘅，然後唔免甲公司嘅人做，我家樣，所以後尾一年我真正 happy 啊，我朋友咪講哇，這幾隻出我唔夠做甲要死都看，我個看你嘅面個無講所以 OK 啦，特別唔知啊，家樣做工是家應特別無公司，我就做公司嘅物件嘛，所以我個公司嘅 meeting 係咪啊，然後唔是特別所以我無人愛做 ，actually 迄時只 moral 真正慘啊，無咩人來，無事咩，特人無事咩，有影是真個是。quiet quitting 啊呢講過等陣我到底有冇你較濟 detail 個俾俾佢毛毛菇你起來就啲 clubhouse 嘛毛毛菇你請有冇？要拍攝請我聽到我激心，我真激心。係咩事？就我頭晚唔使講嘅咯，lay off 嘅物件。我冇得 lay off，特別我掉去 lay off 人。我做過喺你講下你方面。其實我 OK，actually 是都 airline maybe 這 industry 是較無相啦。我諗是
應該是第三人知道這年齡嘅人，所以我人是就愛去 call them up，就是叫人來解人講可以當一張 letter，安尼款嘅物件。So before that，你做嘅咩？唔是 HR 人做嘅咩？冇，HR 冇 ，HR 是下去 correct 咗了嘅物件，แล้ว叫你 execute，所以人家一到話嚟แล้ว佢就唔個，讓 HR 嚟先，แล้ว because 成個 OK，伊人即係國家人咧，尤其即個 industry 咧，伊人真係驚 union 嘅。哦，對對，伊人有 union protect 嘅，所以伊人講做工嘅人啦，做工人。嚇，對做工嘅人有 union protect，所以 HR 係掂佢哋 name list，掂何 union 看先嘅，แล้ว union 就嚟 negotiate。哦，即係按照你愛調伊，按照你同意哦，伊係咩好呢？好呢？啊，แล้วก็另外一個 manager 走出來啊，就是伊人嘅 station 嘅 manager 啊，樣即係一個個派做人，樣就係係個 miscellaneous 嘅 fault、safety 嘅 fault、benchmark， 佢啦掂到頂好你看，即係人是安怎。即係樣特別成日講有嘅理由嚟 support， 樣佢嘅愛有理由嚇呀，即係 board and nut 都到錯，然後何我人是即係 department 就 check 掉，然後 call out 會係咪數？哦，其實即係物件佢了掉了嘅，然後古早人冇興 KPI，嗱興係咪 appraiser？ 啊咩叫咩 appraiser？ 呀，冇用 KPI，嗰時人嚟檢個班嘅 KPI 咯，其實被 hit 大嘅啦，嚇，然後看到對 review 嘅啦嚇，樣就做 report， 然後我接大呀 benchmark time 是40個啊不過40分鐘include 到1粒線嘅落去咋，OK，so 那時都到1點鐘半。就掉啊咯，啊，即係冇屙出嚟講嘅喎，然後屙了 ，OK，有人冇話講啊咯，哦 ，OK，啊，有人唔是慘嘅啦，樣冇有 power 啦，然後講啦 ，OK， 到第三招，嗱，蘑菇，嚟，即係就是來做工，然後我講我唔係使 MC 喎，我係使 MC 喎，我係使我唔去做工，我係使take holiday 了，意思講你講，你就未去搞一句傾講啦。啊，你去搬你 slip 啦，搬 letter 大信封，然後OK，咩咧叫咩冰 slip 啊？冇叫，你看物件，แล้ว envelope 誒，แล้ว佢就講幾人？At least 我睇你係我會掉把家姐想senior 嘅 engineer 就愛做下你講嘅真慘嘅，我人就真愛，然後一人 handle 啊個6厘咯，5厘6厘啊，你看咯。即係你特特做工嘅人。Yeah，哇，所以個白個識嘅人啊，個白嘅個識嘅咯，你話按做講，你伊人 of course 人收到消息了誒，嗱即係講真啊，即係物件即係我 reverse 到對，some year back 有一隻飛機喺台灣掉樹 ，OK， 你喺度講啊，真係大樹哇，規個 airline 無鐳啊，咩，然後2002年就 start 了，就講I lay off， 嗰啲是3 years ago before 人 lay off 啦，發生這個 accident 嘅物件，然後我啊，乜有樹啊，但呢個有睇下 bonus。然後冇做咯，就冇聽講係咩啦，冇就做工嘅咯，然後冇點配了係人好啦，唔想老白執啦，看啦，人家激死，係啦，有波有驚，你把成個女工人使個女矯正嘅咧喎，有啦，我講我，哎呀，掟到冧下咯，你未做不行嘅嗬，你未做吧，你未使去求情嘅咋，你未使伊。因為頭家已經，我係 foreman 嘅已經同我講過啊，你唔係我學你嘅物件，你都是 complete 喺度好啦，你唔係到端嚟同我講啊，這裡備啊，這裡好啦，唔使啦，樣唔想搞本嚟，一對四超人是人做，然後害人咧啊，我屬實是真心疼啦，特別就 minor 嘅物件，你人都 manufacturing gas 真大。
對哦，了了，哎呀，出去食飯咯。我 the only thing that 我會去做嘅就是看咯，請人食飯啊，一頓咯 farewell 看咯。Then 你有啥起航路嘅卡？起航我卡做咩做？冇啦，因為成個講，哎呀，你別當下手啊咩啊，起航路樣明白啊。because 樣明白。就係講你唔是路關嘅啦，即是。是咯，我成日對我講，我有介人講，the only thing that 啷會做，啷去教你 union 講，去 fight 到對看下邊哦，即係干係啷會做嘅呢？啷是無可能會去 management 會做嘅誒，所以啷干係會請你啷嘅 union 去呢？佢啷 every month 你啷有學 union fee 嘅啦，所以啷去啊，我有 support 人肯做啦。然後嗱，你2002年和 letter，2003年，嗰陣人談7個月嘅 bonus， 你講 CB 冇？安怎？這是公司點樣就講嘅咯，計劃就係講嘅咯，對 lay off 唔是為咗。呀，公司有呢是無夠量嘅時候。我記講下，用是趁你本事。對，所以就是講，你感覺到你嘅 bonus 是你可能是你嘅當數嘅工資嚟，哇，嗰個叫啲啊喲！我攞嘢啦我，去拜拜人公仔嘅情侶。拜拜人公仔，所以真啊。心痛啦，真心痛！你做喺壓雜物件，人講我有驚，一般嘅都點講？我一個月工資冇咗3000幾塊，我個啲白啦過來我個啲白啦過來，我個冇驚啲白啦，嗰時冇驚到本地啦，local啦，都 speechless，呀，講比嘅對。即我記得我哋講完到啲 clubhouse 講係咩嘅？你咩意思？把係咪 finger 係咪 table 係咩嘅？冇啦，你唔是，但係人講就 paid 嘛 PIP 嘛。แล้วยัง講就即個嘅講家姐幫到佢 pay 嘅事，就是被查被逼到出嚟，被查到。tapi 我嘅 experience 是冇咁掉咯 ，because 我有教我嘅同事有幫別人去 pay 那邊啊 ，because 做緊自家慘，做緊自家慘啦，個 actually 對我嘅 project 真正唔好 ，because 我人個 under resource 嘛，所以讓學你嘅 timeline 嗰時看你嘅幾間人做緊嘛，對唔對？你那是依個邊個別定位個別做工，係別做工，然後做個咪嘅真正辦，然後做啊唔應該做唔掉就，然後幫佢 people because 伊個人嘅 management 只驚同意嘅，好數，一隻搞吹數，一隻搞用伊嘅隔了嘅 minority status，你在成個啦 protected status 啦，然後伊特你。explore กันแล้ว用กันแล้วอีสิจ่าบอแล้วอุจิตปังอีแสกยังสิว่าอีแสกยังสิ真正結束所以朋友真濟朋友們成個家做緊是成個家嘛，所以我阿家在人睇落股點想，我在特人無想啊，特別伊是有呢下面們真結束嘅就誒成個過了個點冇嚟做工，然後公司個唔敢做半行。but 個 count 伊是 one full time employee 嘛，然後伊係佢 project 一個講 OK 你安尼幾間人，然後你 progressing 嘅安尼快。然後但我講個你 check 會講個是伊做工嘅事啊，伊成講咗，伊手唔知講咗，到頂嘅時係咪未記啊？然後我手真痛，我一頭就要去看落姑娘做，然後個走，我其實未做工了，because 我做工，伊是大 lab 會做工嘅嘛，特別手夾到特別用手嘅嘛。然後我未做工啦，走啦，我講伊手冇可能，冇流血，個冇可能是不治嘅，冇完全冇可能，伊是淡薄。皮會痛啊！你搞吹數啦，一聲淡薄嚟。係要走了，然後個唔知，然後個講
我係 risk 啊，我係手腕定時講咗我未完呀，所以要做 physical therapy，所以特一擺個是 physical therapy 嘅做嘢手定時講咗淡薄啊，一時攰住冇接來啊就，我擺個 physical therapy 攰住啦，哇 ，yes， 我們做過 physical therapy， 我是去了 physical therapy 是個走人咯，一邊一大隻遠，那邊未使用嘅可能你opportunistic 啊，真正，然後幫伊筆嗬，我筆是我朋友寫嘅咯，伊 plan， 然後寫嗬，讓弟弟叫伊嘅免係之類啦，免係弟弟叫伊嘅，你是講 HR 嘅咯？哦 ，HR 帶你 director 讓佢管理嘅，哦 ，OK，嘅只樣，唔要緊，我感覺一做未掉本嘅時候，我唔知啊，做真真唔知做 OK HR 講 OK 會使，冇事。哇，這不是解咯，這安尼反正是你學公司國家坎坷，你公司做呢冇準就是你請無好嘅人做工，真正坎坷嘅人，更加無 happy。這就是有我俾 clarify 啲物件，我講嘅 example 就是我 take up boy， 我講嘅 bad example 就是 E as a bad example for people of minority 啦，我是呢款意思，唔是講你是 bad example。是咯，梗係慘了，exploit 㗎了。我未叫你講咩 take up boy？哎呀，是對。對，你講嘅呢款物件好，我都好我們時候就講到位，你講嘅呢款物件好，都 action 咯。我 try 講快啦。so 你講嘅呢我而家講嘅係你 example， 我都好時候就唔時候呢。咁快咯！你講唔得食啦。sorry， 一粒黑最快，講個快是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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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快。我 try 嘅一擺啊。講個一擺。呀，都好本時有一個colleague 我本時呢，大家唔係做工嘅你知喎。and then manager 學就是是把你 department 嘅啦。咧 manager 學就是無講俾佢 send 伊去一個 doc 可唔會講這是你無做工先物件啦，特別伊 colleague 學嘅啦，就是 complain 咯，講弟弟無做工嘅，跟下個了and then 個 budget 個呢少咧嗬，แล้ว個家己個無在未曉講俾佢 help 人，就係呢款嘅物件。所以所以咁本就攞興，本就冇咩事個意見到先呢，แล้ว但係佢受訓咯。take breaks smoking break 我每當講到經驗，那些有經驗過啦嗬。如果那是講那些講受到咱特別安怎處理咱自己即個成個講我頭一條 emotion， 第二條要去找工，安怎我有隻 tip for 那些講人掉毒嘅時，掉潘嘅時，掉潘。阿龍聽未？阿龍困起啊未？我這裡 deep。來講。exercise。Okay, exercise。你咪去 exercise，because to get，because I mean like 你咪做正 extreme 嘅exercise 啦，你做淡薄 exercise，你家就講你會做夠嘅，and then when 你做夠啦過啊嗬，你家有嗰種嘅motivation 就係，你家就講你會 actually 你是一個 success。and then 你 achieve 款嘅target。你未話曬講緊其實就失敗啦，可能尷尬啦。就係講俾走 for 40 minutes， 你之前都冇走過，完全冇走過 ，of course 咪 set 款嘅 target 啦。所以你講做咁多 physical activity 咧，做 sports 佢下，and then 嚇你有下咧，唔知叫咩？dopamine 嘅冇做。所以做運動是一啲別使保健電機嚟啊，保健你會講咩？In B 國咧，is numbers game， 都對 resume 係不得會，都直接 send resume。你是講隨工時啊？隨工嘅時，都掉 is a numbers game，send it to
a lot of places。你袂使講哦，先進落嚟還是過嚟安尼啊？哦，特特位本行，特特位本行。你直接行15里、20里，特節。特別當game後，你使講條盤頭路時啊，嗬，點時講公司已經直盤啊嘛，即係大公司。阿龍嗰個調，阿龍。我冇困掉。哦，你喺點啊？我唔做物件。你講大公司調盤調咧是已經是行政已經是派啊，你咪隨坑個坑 call 咯。是咯。哦。加坑個特別。吉謝係你 small and medium 嘅啦，但 OK 嘅 actually，because 伊人吉謝是特斗門愛除啦，特別除袂掉好嘅啦，因為吉謝人哦，大公司請人去㗎了，就是講大公司請㗎了，特別係你because 有嘅 company 咧，係一細，let's say small 或者 medium 啦，maybe 有20個人做工嘅啦嚇，伊人規日愛除。人誒嚟 expect quality 嘅人啦，特別伊人是搶袂到嘅 ，because 伊人嘅 package maybe 無講真好啦，無伊嘅工資無得管啦，特別較濟人做安尼 company 嘅啊，伊人做啊真正久嘅嚟10年、20年，然後伊人問價成日較歡喜 ，because 伊無安尼大公司 stress。大公司是無管你嘛，都是一個人咧，伊又無管你，都是一嘴，你名阿轉啊嚇，伊又唔知阮咧，you know，伊是看 number 咧，所以特別細公司嘅較濟是冇你做工嘅同事，係咪？個兩門咁白，然後你試一下都嚟冇嚟 family 嘅咧。嚟看就，所以你看個 small 嘅 company，就差啲。你 from big company to small company 啊。伊人真啊，愛女人誒。特別女人是件件是講人面數特別甘願賺較少類啊啦。甘願賺較少類，特別 maybe 唔是無講少嘅嘛，特別 M 嚟，你 maybe 你除嚇，特別你唔是除 maybe 我你感覺錢，啊你咪做嘅咧勤好，隨來隨去 ，maybe is also the same。你就看啦，of course 你就 evaluate for yourself what is more worth it. Maybe the stress is less is more worth it. 阿龍，但係你講這物件到啲 clubhouse chat 嘅時，你講我講你是冇可能判佢頭路，特別。Yes， 我是規世人是講後面嘅，我永遠是夾不一個就判嘅，若是愛判嘅話啦。แล้วแต่ไปเลยก็รู้希望รู้ทัดเดียวพูนวะ我希望我就判咯，我哋了我哋就判希望我就判，因為判人哋唔使要談你嘅累嘛，就是講我做11年了，以後我就一個月嘛，我係就1年面做工嘛，對唔對？哦。特別我唔係賭佢咯，因為打本是頭嘅叫咩辦嘅是話咯就，我唔是咪講我若有見嘅係咩，但我好衰唔衰，我規世人是 forever 是喺你 department 喺一間公司裏面，有見就一個 role 咯就，就是講。變做是講做股做餅做搞嘅咧，是我會做嘅物件嚟咗。變做講我別人頭嘅咁講我睇晒你，係啦，鬧我一個去做嗰啲晒人嘅物件嚟咗。我哋第一就本事人哋群咗，我哋第一話佢攞到沙刀200蚊啊，本沙刀200蚊，本事人哋群咗，但係本事我自己經嘅咗。係啦，我連離開每本事我自己經嘅，係啦，我是而且單條 VSS 嗰度學我盤頭落嚟咧，學短語變領啊。特別冇咯，但冇經到話係咯，頭先講我就會鬧條路，冇經到話係。地產你而家先叫做緊咧，你別人係教。屌，我就做緊屌，我 even until today 我唔是想嘅啫，我 until today，然後我對佢變領俾啦，嗰時係你變領俾我是 data manager 咗 ，so 啲你 market 裏面都全部都係人嚟 base 話嘅啫 ，because 我是迄種做個幫埋殺嘅一點啊，對處啊。我一句講不冇本啫，我 until today，until now 我就啲 Korea 安尼幾年啦，不是上款就頭嘅每我講 one on one 嘅咁先，譬如講你 OK，你對線路有咩看法？我 forever 不是講學，你愛幾好就幾好咯。我 until today 就我幾時我覺得就，我冇 demand 嘅就，所以但係講頭嘅就咁運學我起線路嘅就，我唔係 demand 佢講你唔學我就5%，我唔係 demand 佢唔記得 ，forever 啲屌安尼幾年我唔係做佢，變成逼過時，比較我就講無類嘢嘛，我唔係講佢一句話咁就，你睇頭嘅啲個咧會我講學 ，OK， 我就揾咗所以你對線路有咩看法？我講我又見到你係學到學咯，我頭嘅不對成嘅就，而家是講。你講這裡是唔是Malaysia嚟 pattern 嚟講？我 MC 是 Y pattern 係，而家都係講話，伊做工30幾年嚟講，嗰啲冇人
賣以前路誒，無人特登搬咗隻理由出來咗，你做啲幾年人啊，特登搬咗隻理由，就講我要傳播啦，要成驚啦，一大堆理由咗。伊講我唔係拄過一個事，甲我講，你是個愛好就好，愛去就去咯。係了，以前我是馬來西亞嗰時咧，就講唔是跟住我一人嘅。and then 我同佢哋講咧，不過先佢公司裏邊又講 English 跟住我一人嘅咗，所以頭嘅冇可能差話嘅咗。你咪係拖嘅就是腦啦。我就是我，你所以我就是衰就我係人就是種去揾人揾就咁，唔要見到你學我就學話咯。你係拖啦，特佢啲電後邊啲學嘅啦，但是我就係事，你咪談詞話咯。我講句話啦，我講一句話句啦，唔是代表講頭家就學台話嗰陣，頭家但你冇是 key 話嘅嗰陣，你講講白話人講嘅嗰陣，但你會 key 話，你說我 quite satisfied 講嗬，第一點，你咪講我是鍵盤話嘅嗰陣，伊未bằng話嘅咯。係咯，特別我成日聽到就被走嗰陣時候，我就真驚啦，其實。你哋講嘅咧就做。是咯，所以馬路個來一條大波啊！伊40歲人了，我咧要出嚟努力驚啊！伊因為一定一間公司欠伊先攞3個月咯咗，有時伊無法度咧就走咯，伊來往這邊個咯。係咯，伊來正冇攞個幾年咯咗，攞個幾年，係咯，正當節有啲人發覺講話伊未走，你講我就是未走，講死啊啦！然後伊未走，佢就係我做伊件嘢咗，所以我本身實係我講講，伊3個月，我講就所以講即話啲冇關係，伊3個月冇嘢就是攞嘛，所以伊 actually 是真咁khó咗 ，because 以前攞，即係伊咪去過間公司咯，伊要過了，係了，伊咪驚到攞咯，伊是100%贏嘅，所以特別未點時啊嘛，即係物件，所以伊特別去 courthouse 啦，就到對 camp form 啦，寫 document 啦，寫 report 做啲嘢㗎啦，係啦，以前公司特別政府特別廿六都嚟學伊嘅，because 以前攞係嘛。所以寫曬佢啲伊無線路咧，伊來往正做更多季節，頭一季節點先嗬？往季節講幾十倍啊！嗱，伊講不要叫我沒有，伊無知啊！嗰陣，後來我頭家掛掉，後來我頭家問咯，講嗬，你做乜你是減倍時候？講不會這邊咪就貴。我同佢講嘅就，你講即係 neighborhood 裏邊嘅貴，講你即係講10幾個一碗，10幾個US dollar一碗嘅物件，你講真貴，講嗬，你是無你食貴時候講。依家即係往度頭下超，如果講誒建設，我是唔正好，嚟請人就背，所以我是直到特輪流咗，請啥事人咪就背咗。我咁運嗰邊，伊做緊搞，即叫是真搞嘅人啦。伊做緊個病嘅人嘅咗，你所以伊是一個真正 smart、真 knowledgeable 嘅人咗，所以我就介意咯。我聽就背罐下刀咯，當叫我特別起行，我你咪走啊。我 invest 嘅咯，請到對王啊，攞大海魚咯。你近時聽咗人請到對王字啊？我同你講，我伊驚我攞你咪一嚟驚5歲，故事嚟驚1歲呢就，我厝裏邊顧嗰啲硬公啊，嗰啲有當時我常常去買啲物件，比較少時間見啦，所以我買物件我朋友會見嘅，所以我有時呢喺啲厝裏邊 brand new 啲物件，我叫伊昂斯學要咗，我學你驚，嗱個斜啊，我學你驚，當然我同起行所以走啦。特別我有差幾人咋，我有差幾人。我啲點嗰陣時，我係老是屬有未差人嘅物件。你差人是應該差，然後啊是佢就成日掉。我有自己行開就唔使本嘅，我覺得有一條，特別有一條，然後伊是較特別嗰種。伊我唔知做我介意有一個。Okay, it's royal family 嚟啲馬來西亞。It's royal family. Okay, it's royal family. So, it's 特別伊唔是講只裝嘅人，伊唔是伊只 humble 嘅人嚟就，特別係 royal family 嘅。然後伊做物件，我我當時看到伊啊，我心裡面想講，是唔是因為伊 family 好驚啦 royal family 啦，伊做物件咁嘅款啊，就講冇咩，伊是種伊不等伊。IQ 冇咩有講啦，總之是換嘅 ，something is wrong，something is missing 嘅就，所以做咗一個無力無事咩啦，我 feel 就講下伊無客啦，我 feel 就伊而家做白行家啦，佢未見 for example，so 無客咯，我 feel 就，佢而家佢未無連未 luxury products for example，maybe 伊而家搞啦，so 我諗頭嘅 Farida 啦，你講下，呢陣可以走啦，你未話佢叫佢走啊？哎呦死我變咗做啊！Hello，佢直頭就後面嗰度，我前頭我咁隻豬咗，because 我係講我唔敢俾佢講，我拜伊事，我唔敢俾佢講，伊就嚟我邊，我唔知伊制唔制啦，伊直接嚟我就借落嚟呢，講我係實成講哦，伊回話就我係實成講哦，我話 OK 你講下，我 feel 到這裡咁無效啊，是咩 ？Hello， 你講我成日會走咧 ，OK fine，approve。係啦，是咩個？你嘅網上會查路，我嚇。我上會查。你冇解講啊？
冇講掉，就聽我講啊。只係講我未有俾教你講，我入 office 你冇妹女啊？你女當佢咁話講物件上面。即係正路嚟講，伊講我上就估咧，我只係物件俾教你講，我係成講哦。伊講 OK，你都成講咧，我上會試掉，你講啦冇效啊。我講佢講，是咩 ？OK 係使啊，我就係咯。我每當做頭家人，啷as manager 啊，你人成日講俾試人啦，但是講伊做一工無夠好啊，咪俾試人，啷就俾學 package 上面哦。冇得掉嘅，冇需要嘅。冇得掉啦。哦。特別 usually 是人咗就 usually 是講伊 contract 有時候就講就是伊被走，嗰時話被 terminate 你 contract 話我俾開始季節對嘛？開始季節同啲講學要點就隨工嘛。特別咧學，有時伊未講我係就係動劫就走喎，有時講要有時。我冇需要就伊嘅話咧，嗬，伊就係走嘅。有，而家伊家己咁運嘅嘛，所以佢哋一個月是 just on 伊嘅 behalf， 往提伊還到講伊隨便做工嘅啫。有時講伊講伊動機愛走嘅話，伊就係走咧。我咪講起話就啊，就是哦，對，講起話嘅，的確，同埋即係住講，哦，其實都講起話就行，你講。誒，等你先冇去，你mute掉個。sorry， 係咪啊？我記掉佢暫時嘅 compensation 就好咗，like 佢暫時嚇 ，so I think like one year 1.5啫。哇！對啊，我是自講你走嘅。OK，so 對，就是講好嘅，就是講好嘅。That's the thing，我是你單調。一個冇很談，一個冇叫我啊！你頭講 VSS 就一冇叫我嘅。VSS 梗係叫人走嘅啦，你講死都冇叫我嘅，是唔是因為我是冇 package 嚟啊？啊，你話咧，後來講發覺就講唔是啊，伊俾留我做股做病。我做㗎，唔講切。穩定啊！但係有陣時我真係你八姐哦，你八阿龍哦。I think 阿龍last time 嗰啲 KDU 不講過嘅。我冇學到呢邊，所以你叫咩？因為講英話仔啦。伊咪講緊話就係啦。你看 YouTube 會看啦 ，YouTube 真係成啊！我已看呢邊正啊，未必我問嘢。I think 唔係啦，你名我聽過，last time 都係 KDU 喎。KDU？我係 senior，right？我冇睇 KDU。你冇睇 KDU 啊？我唔知睇 KDU。KDU 是檳城嘅 KDU 啊？檳城 KDU yes。佢幾年嘅？1998 until 2000。哦，誒，唔係，Lucy，對，Lucy，我而家我有地理嘛，Lucy 前有藍色，Lucy 一直前有藍色衫嘅時候。伊是頂面藍色衫，伊咪就是女藍色衫嘅時候。我係建議咗 actually。哦，我係建議咗。我 video 嗰時唔使到你看佢咯，你唔是撞到嘅，你是撞到嘅。兩個 just look from there 嘛，因為我做到唔是掉，你是撞到咯。唔是，我係過時一邊搞一塊石。哦，有可能嘅。呢個朋友拄着我是上次我是外國啊。哦，可能是上我一個邊。對，because 你個是教到出年畢業嘅咩？我個唔是我個是90。點94啊？是95畢業嘅，94啊。有可能，我而家做2-3年嘅嘛。有可能咯。94個我92，你四我幾歲？兩四我幾歲？我四都5歲。5歲97。我四都5歲。97 yes。哦，你兩相會啊？你甲龍兩相會啊？你97年畢業啊？I thought 你大過我咋 ？I thought 阿龍大過我。冇啊，我是9年出世嘅。你幾年？我80。啊，上我就咯，就話咯。我跟你 overlap 大 KDU 喎，特別我。講伊無到 KDU 嗎？無，只 KDU。特別我覺得唔 KDU。我有一本 feel 就講我啲第會讀過伊嘅咋。哦。特別我講下，我是啲就 matchmaking 嘅嚟嘅。冇，你冇未記，我是啲中國嘅咋，我是後來去中國嘅啫。哦 ，OK。我是 ABCC 都 KCC 嘅。我本是啲檳城本嘅，and then 我常常對於背對於檳城嘅，而家有隻 project 我背對於檳城本嘅，所以我就 anyway 就識啦呢邊 ，OK。但你個我佢驚有 overlap 掉 KDU 嘅事，有睇上 class。上年啊，
啊，唔知我唔記啊。你睇咩 program？ 咩 Home science。我是睇 AUTB 嘅。I think 冇想我到啲 AUTB 啦。American University Transfer Program。哇！呢時就ESC 就是俾 KP 講咧，就叫。啊！我不去 KTU 冇睇，那是叫 AUTB 咩？我唔知叫咩啊！我是去讀嗰啲成日咧 UB 國嘅 transfer 嘅 class 嘛，特別我到啲 KL 睇，我唔是到啲 BJ 睇，我唔是到啲。咁應該加這事哦。OK，AUTB 睇 American history 啦，speech 啊咩冇叫咩 public speaking 啦。我講我定到 public speaking 我轉啊，我梗係驚呢。講緊但係事冇關，但係佢企起嚟做 show 啊。冇定到講冇話我別曉，我梗係驚呢。咁我哎呀 ，to speak up and speak London 喎 ，I cannot 梗係未相信咯，即係人家啲人即係頭一步，你行頭一步，你佢有個發現就講，我 actually 真少數嘅，比如你嘅性格本地都是做這物件，我本是上本嘅，我本是種企喺啲大頂講話嘅人做，特別我本係驚本啲做，我本係驚笑本啲做，我企啲大頂講學嘅話，我講我本係冇上嘢做。你叫我講冇，我梗係驚，我淨係 concept，我有啲。Chinese school 嘅 complex 啊，就面時候我淨係驚講啊，我講話是 grammatically 唔對我能潮啊。你 actually 冇咯，你話就係 confident 嘅，即係 CEO 嘅了啊。你啊冇就嘥本嘢，話有冇關。特別要唔驚講，嗱冇插俾人哋聽，要講。你話老本事話想，老本事覺得佢仲讀嘅面試，佢演講嘅點先啊？佢是講福建話個。佢大啲就講福建話。OK， 等陣。我每到啲每到講起話就係同我哋講，你講你中午一刀啊，你講你經驗佢幾刀嘛？中午一刀是條毒嘅嗬。嚇 ，yes。你安怎啊？你安怎 deal with it？冇上公司又冇上公司。嚇，because of 喺你公司依差不多達達年啲冇咯，加上係點做翻嚟？所以我喺公司啦，唔是今年咧，未必是明年咯。我是講，後年哦。我就是講咧，人我就是感覺咧，可能就是我感覺就講你命嚇，你成個鳥咧又搞條命，你差唔多你條毒個第八刀啊，你第九刀差唔多會掉。last time 我啲頭毛條毒嘅，當叫我唔知我會聽嗰隻刀。你講你第條是第九刀，你講講你 team member 嘅了，你就講誒。kan是你咁在本來樣嘅 capability 樣做工到底是去夾到落，所以講差不多嘅啦，你比我較差，我差不多讀嘅啦去啊，哎，你我是渣男嘅，所以你係掉嘅，你係掉嘅，你看掉，比如講你學嘅樣做樣就變嘅，可能就我困啊，你暫時就係啦，你有陣時是有啲人會比人變嗬，會比人夾我困，你攞走去解啊，知唔知啊？然後你是你嘅咁厲害掉咧，都有當時候我係頭嘅 call 啊，因為你看 after 辦公咧，可能 maybe 去somewhere 去飲咖啡，然後解一家姐事，我你點寫？你講我都差唔多咧，我咯，所以佢教師傅嘅有一個心理準備咯。after 佢講OK，at least 要講個八，即係頭嘅。意思是 privately 嘅你講啊。privately， 我去一個 cafe 啦，去一個 cafe 個別店位，唔是個別店cafe 啦，咧一叫一辣爹話咧，個叫咧一啦慢慢講，咧唔係講嚟，所以就係講係咪 purpose 啦，我叫你嚟，我幾咁滯咯，你都唔係，I mean 我 best 我按你怪字你啊，按字你都唔係，kalau suddenly 攞人 after 辦公，我個係咪事嘛啲，so after 咧講咧嗬 ，OK 咯，先，but after 一講咧嗬，你咁咪講有可能會掉路咧，唔知第時，but until 伊真係掉路時，你講伊 feeling 無相嘅，安怎？心理準備到你真係掉時啊，所以咁時 after 咧，唔想聽都唔想，我要做咩啊 after 咧？你會去想咯，嚟，所以當然做，因為我係 income 啦，我係 expenses 嘅啦，按照去 cover，你會去想，even 咯，你有一條路係無效嘅事情，或者把你實到淡薄屁去想，可能唔係無必要唔想過，咪你 income 就咪 steady flow 入來嘛。對。係咯嚇，有貪錢佬嘅人尤其是你做生意人冇想，做生意人關事啊，你打生意，攞生意嘅起嘅你會知，所以特別你貪錢隻錢佬嘅人，你隻關事啊，你隻一年啊，是風險入息冇效，完全冇效，安怎啊？對咯。
But then 你安怎教啊？安怎？你安怎？ because of 有可能你有心理準備啦，咧按一個有 after 咧，伊甲我講咧吼，加幾若日我會，佢頭家母有係我 reach out to 伊個啥物伊個 ex colleague 啊，咧都愛請人，咧咪是叫我去 interview 啊，你看叫然後請我做去咯。But at the same time，伊個好 because 伊個找別個 department 上公司嘅，我是愛人，所以唔係話我愛過去嘅是咪？OK。但係有啲時候。because 我這公司是特登去針人嘅嘛，所以 if let's say 我過去咯，所以我哋時候講，if let's say 伊佢暫時一針嘅時候，佢別個公司冇請人，我愛去多落吹啊，所以有隻錢咪要去考慮，本來咧一個 RSU， 佢暫時 RSU 係咩啊？reserve stock unit， like share。OK。so 特別 consider 這物件嘅了，愛買你看咯，so yes， OK， 這個 experience 啊，但到等我看到人掉，反正你自己掉是你 feeling 冇上嘅。會請驚。你冇法度咯，你喺 positive 嘅話，你就特別想到一個辦法講，未有可能未催工嘅話，你有可能走去賣厝，走去賣車，本是有辦法成壞啦，咁。特別以前有可能是唔是你自家做物件嘅咯。特別不未講完全冇工做啦，係講。特別未講嘅喎，有可能你做咧嗬，就是你愛嘅工嚟嘅喎。對，你話有隻人講，人隨便都工嘅，actually，我非就講，我實際朋友唔是真係嗰啲本嚟講隨便都工，然後紀念招啦，講你去掃款啊，無正線啊，你講，但你有影真有心去找工 ，try to do something 冇使，我非就冇咯。特別有陣時嗬，成個我本是真真菜，我無成日講。面每個面水講，哇！我聽到到下面公司要做講，當叫我咪教你嚟洗頭卡，我下面本嚟做嘅，其實特別你被請公司請你嚟做這種嘅工咧，伊人有可能咪請你嘅 ，because 講你 overqualify。有可能喎。伊人咪請你嘅，所以你變做卡伊人是 qualify 是件咩？我請你，我知你是暫時嘅，所以我咪請你，我咁咪請你固定。對啊。就明顯嘛，就是嘛咁冇。所以有你艱苦，特別當今，我唔知咯 ，maybe 讓卡，我那是講，所以打出啦，那是講掉，隨掉讀嚟講啊，知道。我本時心裡要準備嘅，我聽到到你準備嘅，但係年前我已經準備嘅，แล้ว冇準備嘛是阿邊準備。feeling 唔上嘅，特別我先 update 嘅 feeling 啊，阿咩 update 嘅 plan 啊，但是講我掉嚟講，我會看，我會用我自己 already 有嘅 skill set 啊，我自己會曉咧物件咧，安怎當 instead 去催工，我 maybe 我當佢 plan 是想 ，maybe 我會 start 入去成個我成個 early retirement 嘅 plan， 所以我做下就 freelancing。所以，對咯。你明講，我做凊彩嘅工，我去甲人做影嘅物件，我那是 freelance 嚟講，樣別講你做袂久，這是我嘅機會做，我哋叫我執手較辦機呢咯。所以，特別係咧，嗰是完全是新嘅物件，我未曉嘅，特別我無插啦掉嘅時，你無未曉，你咪是掉做對。我 video 錄咧嗬，我 video 人是真上白燈嘅啦，無一項工是人未做嘅咯，是。你 email 即講就講我冇法度咧，就是講行咁播咁地質嚟講，我有一個朋友伊賣車攞嚟去 try 咯。我非到我係賣車本嘅咯。你冇法了嘛？你冇法了嘛？你能做會掉嘅，你能做會掉嘅。我是做教。我教啦，甲濟人啊，大人啊 ，especially，伊人坎坷就講啊，成個阿龍嘅人，伊規日。愛做下面就做嘛掉，你無想法咧做的。有的人啊，一關是做嚟講咧嗬。真正 specific 嘅講是哦。伊未曉去講被轉。伊 comfort zone，你知啊？伊關是做白嚟講嘅事，所以伊就未變咧，時時就做。被接受。對，人咧就規嘅 life 啦，就學新嘅物件，袂使講係時時讀了一個上一行，然後你物件無嘅時，就一定慘了。我同你 already 是想，
對，我都 already 想條揾咗咗，because 我想我當起這間公司，我做落去，我actually 我冇暑假先咗咗。呀，頭嘅貴晒人話我在，以後我先都不 OK 嘅，我這裡我在噶啦，特別你不是要小氣揾咗就平常做物件，我不是我就是啊，แล้วกูpressure 是講你要趕物件，係咯，有當時做 customer 物件是做比較時，你佢要學人名，我冇咩暑假啦，老實講，我唔是我未試，特別咧我是想就講啊，你學 Max 做緊50歲呢，我就咪做這邊嘅這間公司啊，50歲佢後我要做嘅物件，㗎啦，我 already plan 掉咗就，我想到做物件，我 even 叫你 freelancer 你 app 裏邊 already register 開一個 account 咧就，開條講我俾人做 PowerPoint，我做為就做呢 company profile，because 當然佢 ChatGPT 啫，我佢教用 English 人嘛，所以我為實用係靚，然後佢識寫 Korean 呢啊做 English version 咧，我係做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學人本啲嗰啲冇人 market 裏邊冇人可能人才嘛，所以我非做掉。但係我覺得我第一時會做咩嘢咯？我直接我看到 Instagram Malaysia Embassy 被請 driver 咗，我先咗 ，My God！ 即係你時我係做面嘅咧，就變咗佢就坐 ambassador，佢話車仔路呢就我都回落啦，仔路 because 我哋裏邊做緊嘅咯，而講往除掉一個，特別往加艱苦是 because 係叫除掉一個咧，一邊講 English 咗，所以講阿姑冇咧，我係做到阿媽咗，我係講唔理本啊，你講你愛我，你問幹啊講呀，你 send 你 resume 過來，往有可能請你嘅時候，講等，你等我過就回先，OK，你過就回先，你個就嚟拖，所以我事實上我過就回先，你當然冇10幾啊。16咯，我4年咯。哦，冇講就會嚇，但係我4年，我4年就變更了，我判自己頭路了，係啦，我走去 Malaysia Embassy 裏面去做 driver，哇，爽咯！就係呢路我唔知我冇時間花車啊，特別你邊時我咧借面嘅嘛，依叫路仔你講就我咁單，你話佢咁單，我借啲夾百會單嘢嘅啫。哦，應更係咪幾勁？你特別咯，我想講成個 before 你 retire 時，你要做較應徵嘅工，還是 at least early retirement or 有人未講完全 retire 嘅人咧，有冇想隨個較應嘅工嚟做？我就是就會做這裡咯。哦，特別做tour guide，我俾佢拖 qualification 咯，佢拖樣嘅 certificate 咯，做tour guide 啊 ，for example，傳媒呢些團。啊，但係到底未得豆哥呢？嗱你 plan 成裝你當然除掉工嘅啫咪，還是你咪冇開過？有你做到對你自己上一行啦。sorry，拿除掉工哦，做 IT 嘅工哦。你定住是掉談嗰啲 VSS， VSS 啊？你談嗰啲 VSS 是幾個？掉少掉。我第個不掉位幾個杯？第個杯，2 month notice 嘛，4個杯咯。哦，嗰個2 month notice 係你少呀？我就掉就是很遲走誒。因為我簽點先是冇簽 offer letter 點先是能夠個 notice 嘛。哦 ，OK， 所以 VSS 是包過頭路攞過啫，你 OK 本好。each party 都係學2 month notice 嘛，然後我係判頭，我係查頭嘅了我們愛學能夠個 notice。離湖咁樣。查頭嘅查劍湖好啫。你劍湖你劍湖，你所以當佢你啲除掉，你是唔係除掉對象之類，然後是 ID 咧，你明啊？是。你會感覺就會排除哦，把你公司嘅啦，本感覺就想講本是人啊排除工嘅哦。不排除咯，因為我本上面阿做 resume 咯，冇 respond 咯。你有 LinkedIn 度搞哦？有啊。你有 LinkedIn 啦 ，OK。我都對朋友是你做講，特別有冇 LinkedIn 你講，你冇 update 你 LinkedIn 你叫做咩講？我 LinkedIn 嘅，我拿 LinkedIn 做 company。OK。Then Gambar teh tau je。thank you。到嘅佢索州嗰邊會去 claim 下，好多落佢接你呢個。我成日我冇攞拿單咗我嘅公司嘅我 first offer letter，伊本來需要 first offer letter，
所以啊，就嘅 offer letter 就係submit 了。OK。嗯。แล้ว我咁樣問就是講，讓那些講這是我自己捌經驗過，所以我捌經驗過，然後使出聲曬，但嘛頭先我就講咧，我是感覺到你當今調判嘅時候，你感覺是無插你就 prepare 本好啦，你感覺就成正你成日到底死落一條，然後你感覺，我感覺到啦，特別我只係判過嘅，後你出去看，哎呀，我喺世界嗰度大過。機會嗰隻字，我是感覺到你可能唔知亂換你經驗喎。我看到隻字兩個，我講乜事講，哎呀，我 feel 到係 end of the world，你睇特別一隻出去說，哇 ，actually 把你個字新嘅 chapter，你可能夠講。我就是愛講之類咯。對，actually 是。我就是愛講，可能我以前話是講我做 advertising 嘅㗎喎，定買是做一隻幾年，做一隻10年。然後就尾做都明白做了，都話實講這行。點成長了，人本你 feel 到你做甲久落去吼，你會到對上個，你 feel 講，這行嘅人，我袂使講無好，本是甲了本會做朋友下面，特別伊會做工嘅迄個 pattern 甲了我袂熟甲啊。OK，就是你長時間啦，了，對個因咁樣是就，甲了，佢就即解即 course 啊，即個。你用馬路時本就面都變變請，就度就面嘛。你我是唔是講 OK？我唔愛做這行了，我愛做下面。其實我做咗10年啦，我30歲了喎，我做下面嘅。你 OK？我教我哋講，我去做這裡，我唔捌做過嘅，我唔未曉嘅，我愛 start from zero。然後我做咩鬼咯？我其實我去賣厝，成個阿龍講，我去賣厝，所以我去賣厝嘅咯。我去做 broker 可能嘅，แล้วอันนี้การไม่เลยว่า保險嘅賣保險話我平本來啦。伊講我講我愛換我嘅迄個 occupation 呢邊㗎啦。伊講你係做咩工？我講唔知哦，賣厝咯，嗰時咪咯。你講無你來教我賣保險啦，然後你教我講啦，我來 try 啦賣保險啦。迄時我心是 OK，我 since 我換工我換。無相應嘅咧，我唔係去吹到對我哋唔係做嘅，我做我一抗嘅，所以我就 OK 咯，你叫我去 try 啦，唔要緊，我下禮拜啦，我對你去 meeting 看埋啦，我對你去聽看埋，你樣做掉嘅是蝦米嘅，安怎做，所以我聽咗到了 ，OK， 我去 try 咯，無線路嘅啊，無線路嘅，就這樣做了頭一個月training 係咪㗎了頭一個他冇啊。第二禮拜你看我對我面即去看幾道，看安怎賣，你看 product 安怎，แล้ว因為我教我朋友講我有幾哪個朋友啦講我做，แล้ว你講，我教你賣哦，我 license 未考喎就係時。already 有人。我 license 未考，有人講，我教你賣哦，你賣保險教你賣，你看。就是 networking 嘅問題咧。networking。但係平常時咱有 networking 咧嗬，你做下面物件時啊嗬，有人支持人嘅，我無老路嘅。是你平時做人時實有。你平時人做人，譬如講 HQ 是會相信嘅人咧，要 OK 嘅，你networking怪好嘅，100人本濟本嘅，你有影真需要得哦，就點先，但係有貴人嘅。對本好平時做人忙嚟轉啊，肯定需要。對。即做了想嗰是順喎。頭一年佢做個真順，真 OK 嘅了，你看到，唔是講你換工做上個到嘅，伊愛做對 OD、ID 啦，咁冇。我會使講你可以 try 別行本，相差唔多相，嗰時上個講別車別後面攞別講嘅嘛，咁冇。你會使去做 try 別嚟 feel，你拖條 ID 嘅時，你去 try 別嚟，你唔捌做過嘅，本唔是歹數嘅。แล้ว我做落去，我 feel 到 OK 啊，我本 enjoy 啊，唔是講做到坎坷。我上到對頂嘛，喺你講過坎坷過把路啊。我唔愛到對。我當然即係除咗把小神隻 message， 即係究竟話就係 sorry 啊，我同人講就係，如果係 turning off camera eating midnight snack， 我係看都食邊 midnight snack，OK， 來佢又玩看 midnight snack 咯 ，midnight snack 就俾我玩看啫，來食咩？即係食咩嚟？beef jerky。你咪冇開過？
beef jerky 哦，哇，好料 beef jerky Australian 嘅 beef jerky 啊。我哋講嘅關於我就係background 係 interesting 嘅，嚇嚟嚟係唔知啦，嚇夠清夠多，夠夠清咩？夠清，冇清啊，唔清係係一轉啊，一轉啊哦。Superstar Destroyer。哦 ，Lego 多呀，有了，呢 background 是多呀。model kit lah, toy model kit lah, miniature yes. OK，哇 ，interesting 哦。咪清，你今日咪講講未？仲有未看一隻咩啊？冇啊，但係唔使講起啊，掉咯，I try 把你多唔驚。哦咁 actually 特別一個回聲啊，掉會安尼係咪無聲嘅？但係咱養嘅時咧，咱若是掉罐頭落咧，嗬，是，咱個冇嚟 worry，咱養嘛，畢竟啦，係咪買 try 嘅掉。一路 commitment 個無相，無 commitment 個無相嘅。出嚟有驚，我咪對啊，所以啥，一路啥你 commitment 啥，你愛係咪厝啊車，愛講厝講車，你啊專門你啊專門愛緊愛找 the next 嘅，even 你有談 VSS 又好，還是無又好，你在種你 long term 你有物件愛講愛 settle 嘅嗬，你等到特別啊專門愛找一個人來聽嘅了。特別你買試刮咯嘛，試刮那是全部你個煮來煮極先啊嘛，你等下極先咩？咱 desperate 咱極先嘛，所以凊彩有蝦米工會做嘅嗬，成做下成啊，話做經過再 continue 個做嘢，安尼你甲人家會加 happy 人博啦，你有 at least 有淡薄驚，但係討無啊呢？對，你人本會。做啊做 depress 啊，你會做 depress 嘅咁啊，要做我負責先讀盤，我嚟到做 sales event 嘅時候，我讀盤嘛。如果晒你是 sales 嘅嘛，你在，你個別讀冇去就大嘅，係你是真正你在啊，真正都話。真係時除了工嘅時候可是哦，我就講我是買做 sales 啦，但等我是必須辦嚟工，所以咪是安尼咯，但係 resume 但係出咗但冇 feedback 哦，冇係咪哦，我就個先去做 cafe 啊，先講去捧個啤哦，等去捧個啤啊啦，係咪 retail 嘅店啊，我阿哥人開嘅店係咪物件去開店哦。做 part time 咯，安尼咯，你有 interaction 咧，慢慢啊，人家嚟講哦，你無工做啊，陣時你有拄到 customer，然後介紹你咯，對，就是安尼講嘅，安尼咯，都愛出去嘅，你袂使別啲厝。特別幫你 self 咧，你 self esteem 你就係幫落來啦。對，你而家需要，點解講 7-11做破咩掉，我不得做啊！你講。即係咪叫冇免派寫，就係可能咪叫即係攤類頭落嗬。我都有見我嚟講。我都有接食嚟講，要幾時成日有講厝嘅，更加驚咯。你驚講厝無，你講緊厝無去。嗱是買車啦，慢慢見啦，慢顧再隨佢白你啦。對，車嚟啦。較凊彩就無亂講了是。全世界嘅人們捌較經驗過，所以袂使話實講哦，今日愈一人掉安尼數。即是無，唔是垃圾物件來啫。我感覺頂兜是邊度垃圾咯？我感覺頂兜嘅是較垃圾。頂兜係垃圾，我感覺就當劍未必是人隻 retrenchment 咧嗬。我 feel 到當劍成個較人。啊是明明人新嘅，較冇較新想法人，感覺就講，我講是一隻普通事，我感覺就少年人啊，話講成個話衫呢嘛，所以頂頭嘅人無想，頂頭老頭那時候那些我係爸母嘅年代，因為我嘅年代，較老過我淡薄，你人做工呢是要找一間公司做30年、40年退休也是正。你何能差嗬？你是真正無變了。如果真正你是真正無好咧，人個可能差。嚇對，特別唔是喎，白路我可能差咯。你講了，即係普通看起。經濟無好是嚟字啊，其實只是嘅樣嘅嘛。佢識嘅。頭家無好，頭家衰。正燈啊，龍堅。我佢驚講又佢驚。因為10年前個無咪想啊，我係記嗰陣，我做工食普通食。
上就請人就 interview 人，然後10年前時，我人看人嘅 resume 看伊做換工真快嗰時 flag 呀，兩年一刀就是講這人無面關，但係完全當今是 norm 嚟，當今兩年一刀，3個月、4個月、半年有啊，兩年真common 呀。millennial 是都 already 兩年一刀啊，當今較少年個 millennial 是較上，我是兩行工一年是無講是 reflect 本啊 ，actually 你 reflect 差未掉，成日頂到我個人講過吼，我嘅公司未請少年嘅人幾廿刀啦，然後我大擺是想就講，我人是有會，但我諗講會嘛吼，我講咱有會成日想到我50出啊吼。我若是要去找工嘅時，我若是講人會看到你我50幾歲啦來找工，讓買請你。特別當今吼，少年嘅人真歹調咗，你愛請你20幾歲啊，按到30歲可能人啊，伊人來做6個月、7個月走誒，來只係做3個月，感覺無合一走誒。所以變做當今有啲公司愛請較穩嘅人，成日講較 stable， 伊你 control 你公司，你未想講特3個月啊6個月嗰度 train 過先嘅人係，因為請人啊，冇得條請得到，你關工資較關人都買。特別好，人成日可怎麼樣個被死人咧？死人啊個被我家講 everything is because of costing and budget。So 你較我覺得，你較辦嘢啊 adjustment 嘛，對啊。yang someone ka ana why husband 做 oil and gas 人個愛請人，我就無明白嘅啫，本是。why husband 做 oil and gas 啊？你看 oil and gas 嘅 industry 啊，好少。你若是只人唔擺你 maintain，咱大家頭腦想啊，那應該是都別請一個愛 experience 會咁做工會咁，怎樣講會拖。如果像 oil and gas is quite heavy 嘅 job 嘛。你愛請你會大較久嘅做公司是 of course 較好嘅嘛，對。對，較省錢嘛 ，because 要 train 新人較濟錢。對，如果像 training 真係 costing 嘅嘛，樣個 training 啊講，特別冇喎，樣嗰時請點壓價係嚟顧嘅人，了，可以 VSS 和 VSS 啊聽，和 VSS，了都再請過新人，請少年嘅嚟係咪？你請係你一 batch 少年嘅啊，嘛做一站哦，做一站有你未啱未打閒嘅嘛，特別買做，但係有你個加來加半時加未跌位好是哦，唔未做剛未行嘛，剛未行，一樣個再吹到對一樣差嘅係你啊 ，already 好啲。我再 offer 樣到對，你講咩？我冇明白，你講人講咩？人冇講嘅嘛，應該個公司冇講嘅嘛，唔知是啊，總我未必是失策咯，可能是樣 feel 到，不要做工，樣 feel 到講我即學即畢業 VSS 學期啊，嗬，請過新嘅樣未必樣感覺到新人都會掉咗，當面新人買掉，我一更未驚，更未驚個未做，未 function。 In engineering 啦。Because after 你做10年 as engineer 啦，你會先到起價真係 dramatically 嘅。Yeah。So 伊阿價 maybe 伊愛 cut 就是安尼 cut 咯。Because 伊是講 let's say 啦 ，OK 你一個 batch 一個10年接嚟，you know 10年接嚟啦。By the year 10呀，伊人嘅 salary from let's say 80,000 90,000 when he start intern 嘅，你 after 你過一10年啊，你 salary 會起價like almost double 嘅，sometimes especially oil and gas。嗰陣時，伊問咧伊人嘅 admin 啊 administration 啊，伊人嘅時候，我人嘅 cost 起價真貴，所以咪是 offer 就 retrenchment 啦，係咪啊？oil and gas 咧，伊人是 every 唔使10年啊，伊 cycle 會。我人點解會成日講看就我哋講新聞嘅看，誒 corporate 啦，就 corporate 會成日看，唔是講engineering 啦 ，corporate 嘅講係，你大較顧慮先到就真正關咯。แล้ว當今差嘅時候變做啊，安尼一刀啊啦，就剁幾廿刀啊，就判幾廿刀啊，當今樣無看先到樣看人頭呢 ，because it means 伊除非你是 executive 啦，成個
你真正懸嘅 position 你無想啊，伊一個人嘅線路會學，你先要學習嘅人嘅線路你無想。特別係當今我就我聽啦，當今特別我唔是講 engineering， 我是講 in general 到對 corporate 嘅人，樣衰人頭啊無樣講伊嘅迄個工資嘅清差係 is not significant enough for 當今。然後伊人嘅問題就是 because 你掛迄個工資較懸嘅人會做工嘅人啊，吼，請迄個新嘅人來做，迄個新嘅人被 cover 樣嘅 production， 所以伊變做伊個是本去了，伊個買樓，佢個死哦。我唔知啦，當今安怎我唔知啦。我說當今啊 ，because 你15年前啊，20年前啊，美國咧是點？或者愛學 retrenchment 嘅嘛 ，because company 愛 save money or whatever，cut cost。了是當今嘅少年家咧，咁樣問教啊，伊人看講，係你公司咧是無錢嘅，所以你咪咧做緊咧，咪你 loyal， 咪你中，咪你拍拼，揾對。Yeah， 咩拍拼？你講有較好嘅 offer 來下，伊人就走，少少。because 伊感覺嗰時咩咧嘛，即係是無需要講，哎呦，我 feel 真呀。哎呦，歹勢啦！我係當數㗎，咱在這邊啊，伊人不着來 pick up the slack 啊，係咪？伊人無誒，伊人是拜拜啊！伊較好嘅 offer 來，伊拜拜。少。我說 corporation 做嘅啦，即係做拍派嘢。特別我有 feel 到我贊成嘅，我看到只人嚟看，因唔是講因看起來做成只絕，特別伊絕是因為人較古早嘅 generation 人感覺到只絕，因為成日嚟做我講。我感覺到我工無 fulfilling， 我要走啊！對，人是我愛點先是，哇有工啊，就好啊，成個做啊 retire 了啊，假是正一個走，你看無講，當然無啊，當然我是希望咯，我甲人講過嘛，但是講我頭無掉毒啦，嘅幾刀啦 ，maybe 我就差唔多被 retire，問題是伊個來試我，唔是第啱嘅，點先咯，阿龍嗬。阿龍啊，要做 driver 啦，我聽嚇，做 driver 咯。driver 即係去馬來西亞 embassy 啊，馬來西亞 embassy 美國嘅嗰邊㗎，做 driver。做 driver。做下你 karaoke event for 下你。消費者做馬來西亞 embassy driver 快爽嘅啫，快煩嘅啫，你可能滯咗嚟，其實都行去行路呢。或者我就 topic 下，我特別講你嘅想要做嘅工，即係想要做嘅工。退休歸後，我有幾廿年咧，退休本好啦，冇退休我都想嘅 dream job 啦。你是冇實際做路咩？日陣呢次我同你講退休做係咪更嗰時有？你講退休做咩工？我是要幫佢看，我嗰時候就其實講細漢時講係咪小學時？咁咪接落去一個 topic 落掉去咯。當今啊，免困啊，係啦，我免困，冇得一2點咗就，咱平時錄音是錄到第幾集嘅？啊，把路看大啦。我是講嘅幾點，對唔對？我是講咩就 church 嘅咧，咩就 Easter 嘛。跟住啦，我看到未去，我呢時也未去 Easter 慳了，未去傳去 Easter 慳，所以我落來特別aggregate 咧，實講，就諗要做想要做嘅工。退休過要做工啦，還是講細漢想要做工都會記。等到小學時就被寫個人眼，你嘅 dream job 叫咩啊？我的志願，那咪佢頭落學嘅啊，特別都要去背嘅，你我家己冇志願嘅喎。你冇家己嘅志願，我都冇想到過。小學乜咧？小學會做咧咩 astronaut 啦，會做 teacher 啦。老師嚇，對咯，我要做老師咯，特別跑嘅時勢咯，我要做老師，我要 inspire 人咯。我諗下我要做舞女，係咧，我要做雞。我做雞，我有一個朋友是咁做，我係講話，嗱時你講好嘅，你特別標，你會做咩嘅？我會做雞。Why？有啦，有一個本嚟學嘅有一間嘛，咁好。我係好朋友。做雞講佢嘛，我係講。而家講，我明韓佬咧嘛，我明咧，而家我哋做機是為咗攤到以話咧，人揀講嘛，但係我唔是嘛，你做機做事，我愛做事，我會做嘛。我邊韓佬，我笑掉啦 idea 俾做機做個啊，好，等一到咱嗰時，我上愛做嘅工課上面，你上愛做嘅工上面，一到時咱個落鹽是落。你睇下咱講落工嘅物件嗬，我都好講落嘅 ambition 咧，我有一個朋友啊，嗬是哦，伊是做。
clown 嘅嗰隻，做可能 event，安尼請去做 clown，安尼手驚做。誒，真正佢有一檔嘅是，伊到邊度快出名啊，人咁啊。但係自己冇做戲啊！我講做緊啲好事都咪做，如果 ready 有你家己你 customer 都咪做。伊講唔知係咪咪做，伊講因為伊驚寫地啊 ，my ambition is to be a clown。我朋友本身愛做 clown 嘅事情，我本。你是咪學伊 influence 驚嘅 career 係是講？伊是學先生叫佢講。哦，伊先生你愛去問講做咩事你驚愛做 clown？安尼我先曉得先生本後邊無腦。係咧，誒，肯定看過你。我做 clown 嘅公司，喂，你知我公司一個月就1 million 咯。你做 clown？淡薄，要I think要大幾有淡薄。歹勢啦，特別 actually 做工會有可能會賺真濟類咗，一個月個落出嚟講有可能嘅咗。特別真濟人，你看當今啊，人講做小販嘅，佢賣咪是樣家己驚賣樣家己做小販，講點啥只當。特別當今真係少年家家己出來開店，你咪是成個做小販到啲 entrepreneurial。Anyway，咱老掉啊，不知是人家講未了未啦。你看啊，我講攞出錄音。點一出要講兩點幾鐘嘅，so 直到我人家就會去拍卡過 ，OK， 感謝大家支持，感謝大家起來甲我講即個話題講到 KSS， 不 VSS， 我是未知，我未記住啥物啊，所以我是亂講嘅，我是 LOL 嘅。我是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I think 季節錄音啊，我講看下我阿仔安怎下伊個 health 嘅情形安怎下，我甲人講其實錄音。但是講嚟講咧，希望會去 sign up 我嘅即係變得學嘅 newsletter，所以我會啲通知教你講我其實要錄音，是都係未 miss 掉去。感謝下禮拜再見，拜。頂一個禮拜 episode 冇看，到這邊嘅這邊伊看定看定了定看定聽，但係就正了現條錄音是通知咯。嗰這邊佢唔知到這邊但係 support 支持變得好堅定，感謝。其實是我冇講嘅，是我條讀嘅，是攏咁樣去點，OK bye。